大家好，我係散菜。假期啊，我終於等到假期啦。唔知大家有冇好似我咁樣瘋狂 hea 緊當中啦？有睇開韓國嘢嘅話呢，近年韓國影壇呢有中武路三金啊，即係咩呢？呢三條一出道嘅時候呢，都講緊係怪物新人咯，啲演技勁到冇朋友。講緊嘅係邊個呢？就係金多美啦、金高銀啦，同埋我今日想講多少少嘅金泰梨啦。你哋有冇睇過25、21呢一套韓劇呢？呢套劇係講純純嘅愛 ，love 熱血嘅青春故事。金泰梨咧做嘅羅希度咧，為咗劍擊夢想勇往直前，嗰種青春同埋汗水仲有淚水啊！睇到我呢啲中年人啊，都覺得自己青春到曉飛啊！而劇入面嘅羅希度咧係國民英雄嚟噶，但係你知唔知呢套劇中嘅人物原型咧，都係一個勁字唔夠形容佢嘅人，佢個名呢，就係叫做南妍希。講實力咧，南妍希咧絕對係傳奇級嘅人物嚟噶，因為佢講緊係身高只有154cm，佢打劍噶，劍擊生涯梗係一寸長一寸強嘅運動啦。佢啲對手個個都手長腳長，佢基本上就猶如係攞住支匕首去同嗰啲拿住長槍嘅人對打。但係佢獨門嘅打法呢，就係好快嘅步伐，所以呢，佢就被稱為花身劍客，甚至乎有啲更加誇張嘅就話佢女版美斯啦。佢喺劍擊生涯當中呢，拎咗99個獎牌嘅，亦都係韓國史上第一個女子劍擊奧運獎牌得主。佢當年係攞銀牌嘅，輸好少嘅咋。講到呢度係咪硬晒呢個拳頭？你以為我會同你講一個好熱血同埋勵志嘅故事咩？我指佢嘅勁係除咗佢運動成績之外，佢嘅個人生活亦唔係你可以想象到咁勁抽嘅。話說喺佢2008攞奧運獎牌之前呢，其實佢一路都已經係國家隊嘅人嚟噶啦。喺2006年多哈亞運會嘅前夕，國家隊呢其實就全面封閉式咁樣集訓啦、狂操啦。咁但係南妍希呢，佢突然間就走去同佢個教練講 Sir，我眼睫毛倒插，我隻眼好痛，我想請假去做個小手術。咁教練就批咗啦，但係點不知佢翻嚟呢，成個人呢腫到豬頭咁嘅樣。咁原來呢，佢就唔止去搞眼睫毛嘅，佢順手呢就割埋個雙眼皮，然之後亦都順手呢就做埋全面嘅脂肪移植。咁人哋眼睫毛倒插啊嘛，咪要做手術咯。咁而家用到麻醉藥，你知啦，麻醉藥聞得多唔好噶嘛。咁我咪割埋雙眼皮咯。咁既然都要開刀啦，麻醉藥聞得多真係唔好噶嘛，我咪做埋全面嘅脂肪移植咯。咁由於佢唔小心呢，就做多咗好多手術啦。咁所以呢，佢塊面就太腫啦，腫到點咪連頭盔都戴唔落咯。You know fencing 要戴頭盔。咁就更加唔好講練劍啦，練鬼咩？咁劍擊協會呢就嬲到爆啦，就即刻判咗佢停賽2年。但係當時呢，南妍希呢就覺得好委屈嘅，佢係話：我只係想變靚啲啫嘛，點解你哋要針對我啫？整容有罪咩？甚至乎佢喺後來嘅訪問係有講，既然我都要做，我就想順便整靚啲咯。整容唔可恥噶，因為整容呢件事，我先會變得更加強勁咧。喺為國家出去打劍獲取好成績同埋整容手術之間呢，佢梗係揀咗塊面啦。整容有罪咩？但係喺呢件事上面呢，你應該可以隱約見到呢個人嘅自我中心啦、貪靚啦，同埋佢嘅思想邏輯咧係有啲特別嘅。或者咁講啦，佢一直嘅目標唔係做一個出色嘅運動員，而係成為出色嘅運動員之後，佢可以做 celebrity， 又或者甚至乎係名媛。當一個好想紅、好貪靚、思想又單純嘅退役阿姨呢，遇上一個細佢15歲，自稱係米國出世、騎馬受傷退役、來自財閥家庭，仲要我有51兆身家，每次出街我都要帶住10幾輛保鏢嘅財閥3代嘅時候，呢單嘢會變成點？我覺得應該係霸氣總裁同埋淑女嘅愛情故事咯。但事實上係 no， 佢哋係成為咗當年度最大嘅笑話。而家我要講嘅一個係叫做 I Am Trust 嘅真實故事。喺2023年10月呢，啱啱離婚嘅南妍希宣布咗再婚啦，對象係細佢15歲嘅
神秘富豪全清早。咁全清早係邊個呢？佢係話佢自己係屬於 Paradise Group 嘅。咁響韓國嚟講咧 Paradise Group 咧最主要咧就係做啲關於賭嘅生意合法嗰批啦。你幻想佢係澳門何生啲 friend 啦。咁全清早咧就話佢自己係呢一個家族嘅私生子。韓國人真係好中意玩身世之謎嘅啫。咁佢就話自己有51兆韓元嘅身家啦。嗰啲太多零嘅我搞唔掂嘅，你哋自己諗啦。咁佢呢個全清早咧亦都話自己係 IT 嘅天才，所以佢咧係 Nvidia 嘅大股東。仲有咧佢係同 Elon Musk 咧鬥過劍，格劍依家嘢。Elon Musk 係咪沙窩嗰支咧？佢咁樣講出嚟真係有人信嘅喎。但係最離譜嘅係咩呢？全清早嘅身高咧其實係得大概160cm 左右嘅啫。佢嘅聲咧係偏向高音嘅，睇落咧其實好容易覺得佢係一個女仔嚟嘅。但係咧藍妍希咧佢就信全清早係一個男人。點解呢？男人可以矮同埋高音格，最重要係可能因為全清早夠矮，所以佢出入咧都有10幾個黑色西裝保鏢圍住，嗰種好多男人圍住嘅排場咧，令到藍妍希覺得好威威啊，同埋咧好快佢會做財閥夫人，呢種感覺良好，令佢覺得全清早一定係男人啦，點會係女人啫？但係點知個婚訊傳出咗唔夠3個鐘頭呢，隨之而嚟嘅唔係祝福，而係全韓國嘅網民都集體起底。佢哋嗰張合照一出嚟呢，大家即刻覺得咦唔對路喎。同埋韓國呢，其實啲網民呢都幾刻薄嘅有時，咁所以呢，佢哋留意到啲細節更加恐怖啦。例如即係佢哋品評啊全清早嘅時候係話，你睇下佢對腳，佢個盤骨位好闊嘅，睇人盤骨闊唔闊？哇！佢着成幾寸厚底嘅鞋都仲係咁矮嘅，喂！佢個坐姿似女人多過似男人喎，就係咁咯。嗱，如果你單憑外形去質疑人哋係男定女呢，我會話俾你聽，呢啲叫 bully 霸凌，係唔可取嘅。但係問題係網上面咧開始有人走出嚟相應，有人自稱係全清早嘅中學同學啦，佢哋貼啲相出嚟爆料，佢話喂，呢個我中同嚟嘅，佢叫全清早，佢女仔嚟嘅，以前留長頭髮噶嘛，幾時變咗財閥啊？咁啲傳聞咧就越嚟越癲，甚至有人話佢以前喺拘留所坐過監。咁面對群情洶湧嘅情況底下咧，藍妍希同埋全清早做咗啲咩呢？佢哋就出咗聲明，佢話要告呢啲網民誹謗，仲話會採取強硬嘅法律態度。咁到底啲書民係唔抵得藍妍希嫁個有錢老公啊？定係點解藍妍希咁有信心去告人呢？唔通佢真係慢嘅？唔係，其實原來咧全清早咧一早就同藍妍希就備咗案，佢用咗一招以退為進啊！咁即係點呢？佢同藍妍希就承認，冇錯，我生理上曾經係女，但係我已經去咗做變性手術啦，我而家係男人嚟嘅。對於藍妍希嚟講咧，呢個解釋已經足以去解翻點解啲網民會話全清早以前係女人，亦都解釋咗點解佢個身形係咁細粒。對於藍妍希嚟講，佢係接受緊一個有過去嘅男人咯。呢啲係愛啊，仲要係最高級別嘅真愛啊！你啲凡夫俗子翻去飲維他奶啦。但係跟住落嚟發生嘅事就唔係真愛解釋到噶啦，呢樣嘢咧就牽涉到智商方面嘅問題。響成個網絡上面，好多人都質疑全清早嘅性別係咩嘅時候，藍妍希咧佢居然走去同啲記者講：我有咗咯。咁呢個有過去嘅男人係咪真係有能力令藍妍希懷孕呢？唉，我真係唔識咧，科技呢啲嘢咁日新月異，我真係識條鐵咩？據講咧，全清早係同藍妍希講：你知噶，我變咗性啊嘛，我仲移植咗睾丸。喂，睾丸？係啊 Honey， 我有睾丸噶，所以我可以令你大肚係醫學奇蹟，係因為我哋嘅愛感動到個天啊！呢單嘢咧係講緊一方面，好多人起底話全清早係個女人，而藍妍希又話有咗 BB。我相信咧當刻咧其實好多人個腦都輕機噶啦，甚至乎燒底板都唔奇。但係你梳理一下條 timeline 啦，第一，藍妍希咧其實嗰陣時咧係離咗婚冇幾耐嘅啫，佢係2023年離婚嘅，佢好急住去再婚，所以咧可能有啲人睇落咧就覺得佢因為有個 B 所以佢咁心急。
但係第二，藍妍希咧佢同前夫係有個10歲嘅女嘅，即係話其實佢唔係一個無知少女嚟嘅。對於愛情動作片呢啲嘢呢，佢都有份參與過嘅，佢係有認識嘅，佢知道 BB 唔係石頭爆出嚟或者旮旯底嗰度擠出嚟嘅，所以佢呢個有 B 消息呢，對好多人嚟講呢，一定係真嘅。但係大佬啊，換心換肝就聽過啫，移植睾丸係咪真係得㗎？一個生個女，對人類結構有啲認識嘅阿媽藍妍希，到底點佢先會去相信全清早係真係令佢有咗呢？大佬啊，全清早係話自己做咗睾丸移植啊，但係剝咗上去嘅蛋點樣出貨先？佢冇對應管道喎，唔通用血管啊？根據藍妍希所講呢，全清早呢係俾咗一啲懷孕，即係上面有2條線嘅驗孕棒佢，所以呢，藍妍希睇完呢，佢就信到十足十啦。當然啦，後來警方查翻成單嘢都係造假噶啦。呢單嘢你話係因為戀愛腦、愛情令人麻木，定係我太想做名媛啦，所以我連自己都呃埋先。好啦，終於紙係包唔住火嘅。喺韓國對娛樂圈有少少認識嘅，都一定聽過 D 社啦 Dispatch 啦 Dispatch 就出手啦，佢就踢爆咗全清早呢其實係詐騙嘅職犯，坐過監啦，而且係100% 嘅女人。D 社呢公開咗全清早呢人投資嗰陣嘅 KakaoTalk 嘅對話，而呢份對話嘅記錄呢，比起佢嘅案情就更加精彩啦。呢條友仔呢，佢自稱呢紐約長大噶嘛，但係佢字都好似唔識多過韓文又半桶水，主要講英文，呢個係佢嘅人設啊。結果呢，佢就出咗一種叫做全新嘅語言，我哋稱之為全清早體。佢同受害者講 OK，I'm seeing you。究竟佢搞咩呢？等陣先。首先佢同我一樣都係中英夾雜嘅，但係我冇佢咁過分嘅，因為佢嗰句說話呢，首先前面嗰節係講緊先呢，即係信任啊。咁直譯就即係 I am trust， 我係信任。好啦，呢樣嘢已經好奇怪啦，因為正常英文可能係會講 I'm trustworthy 啦。另一方面呢，就係佢用翻韓文嘅尾音咁即係有禮貌嘅結尾啦。咁成句嘢咧，其實譯出嚟係咩咧？成句嘢咧聽落就變咗 OK 啊，我係信任啊，信任係 nan 嚟嘅喎。咁即係點啊？佢依句 I'm trust I'm seeing you 實在威力太大啦。所以咧，雖然 Dispatch 爆料好轟動啊，但係咧成單嘢就變咗全國瘋狂抽水啦。Burger King 出廣告有用，啲打工仔同老細講嘢嘅時候有用。總之咧就求其插個 I am 落去加個 nan 咧，成件事錯晒嗰啲文化。全清早咧雖然做唔到財閥咯，但係佢好明顯就係真係獲得眾人嘅目光，成為咗咪咪 not 咯。但係一代嘅奧運劍后咧，就係俾呢一句 I'm trust 咧呃到身敗名裂啦。呢個教訓亦都係話俾我哋聽，你首先要扮嗰個人設嘅時候咧，你就要小心啦。學好外語其實真係好重要噶。當啲社出手之後咧，之前大家喺信與唔信之間嘅事咧，就推咗去另一個境界啦。原因係全清早咧，其實佢係喺2023年春季先出獄嘅，所以之前啲人講話佢坐過監呢樣嘢咧，應該可信。佢同藍妍希認識嗰陣咧，其實咧佢只係啱啱放監幾個月嘅啫。全清早咧，其實佢喺2020年已經係因為詐騙而被判監2年零3個月，但係呢條友亦都真係好勁嘅。佢基本上咧男女都佢對住男咧就話自己係女人，佢對住女人咧就話自己係男人，但係你唔好理，就係有人信，甚至乎有人同佢結過婚噶。全清早呢單案咧之所以咁轟動咧，唔單止係因為佢好笑啦，而且因為其實佢都幾卑劣嘅，佢做嘅嘢。佢喺嗰段日子裏面嘅人呢，就係藍妍希嘅劍擊學院嘅學生家長。全清早就係利用呢啲家長望子成龍嘅心態啊，就佢哋話自己有投資內幕咯。佢一共咧就咗27個人啦，總金額咧係去到30億韓圜，即係大概1800萬港幣啊。呢30億咧講緊係真係好多人可能成家佢哋畢生嘅積蓄咯。咁拉人之後就封艇啦，最終咧就去到2024年嘅11月啦。全清早喺2審嘅時候咧，法官就將佢嘅詐騙案同埋打壓藍妍希個侄仔嘅虐兒案合併啦，判佢坐監13年。對於詐騙案嚟講咧，呢個係一個好重嘅刑罰，但係法官都係睇唔過眼咯，話佢係利用名人效應
手段極其惡劣咯。咁藍妍希究竟喺呢單嘢裏面，佢係真係無辜被牽連啦，定係佢根本係一個共犯呢？警方查咗幾個月之後呢，最後嘅結論就係證據不足，唔起訴啦。警方相信其實藍妍希咧係堅蠢，然之後佢俾人洗腦，佢冇夾埋去呃錢。雖然佢唔使坐監，但係藍妍希亦都付出咗好大嘅代價。佢咧之前咧成日放閃啦，佢收咗全清早送俾佢嘅 Bentley 跑車啊、名牌袋啊，呢啲嘢咧其實後來全部俾警方充公攞去拍賣，用嚟賠翻俾嗰啲受害者。咁藍妍希嗰間劍擊學校啊，梗係執咗笠啦，而且佢亦都俾劍擊協會除名。佢係講緊韓國史上第一個攞劍擊獎牌嘅女劍手。你睇下，佢係由一個奧運英雄變咗做一個過街老鼠咯。佢輸咗錢，輸咗明星，最慘係佢俾人知道咗佢打劍係好勁啊。不過佢連一個成年人應有嘅常識都冇咯。到底依單案教曉咗我哋啲咩呢？貪字得個貧 ，biology 好重要？唔係。我覺得係 common sense 真係好重要。你可以信身高160cm 嘅同埋講嘢好高音嘅人係一個男人，但係蛋蛋移植依家嘢，你上網望下，3分鐘有答案噶咯。你真係唔好咁懶啦。而當你面前有一個自稱有51兆身家，但係英文仲差過小學生，仲話自己係一個有過去嘅男人，你要記住有樣嘢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。好到難以置信啊！不過咁講，喺而家呢個亂世，個個都有機會遇到美國大兵，個差別可能只係你有冇少女心啦，同埋會唔會以為自己真係有資格中6合彩咯？亂世之下，各位要大眼識人啊！希望你哋中意今日呢個案件啦，多謝你哋嘅收聽，我係神菜，我哋下次再講過。